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带领我们，就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从那脱离，来捆绑我们。这你的爱，这配得从你的同在，使我心中充满快乐。因着你的爱，我们才能走进你的同在里，你才会使我们能够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就最后一次要一个扣，对吧？反正就看你这样再一个扣。好。好。喂，1、2、3。那我们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在礼拜天的早上来起立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向耶和华歌唱。
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是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最后一次，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啊，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
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主啊，我们来祷告，求你带领我们，就像你带领以色列人一样，使我们脱离那捆绑我们的，就像你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捆绑一样。主啊，因着你的爱，才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你使我的心中充满快乐，因为你，我才能充满信心。主啊，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我们才能安然居住。求你让喜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我们来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奉献，请奉献的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用诗歌赞美、悟性、灵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得到你圣灵的同在，真实的平安和很久的喜乐。基督徒的人生也会有风、有雨、有苦难、有试炼，当我们走在生命的旷野，仍然可以听到上帝你慈爱的声音。面对横在我们面前的大小红海，我们仍然凭着信心来越过。感谢主，你慈爱永远长存，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主啊，谢谢你把那赐给人的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敬拜更多认识你、亲近你。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谢在昨天总统大选平安落幕，也选出新的总统。选举的结果虽不尽人意，但我们深信你才是这块土地掌权者。期许大家继续团结在一起，更盼新的领导者能行公义、好怜悯，让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民过着平安幸福的日子。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参与服事，一起奉献，并且一同礼拜。这时，我们也要学习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来报告一下我们周报里面的一些消息哈。我们的林义杰牧师哈，义杰牧师他12号就回去金门哈，看父母亲啊，也是有做我们他的选举的投票。那愿主保守我们义杰牧师出入平安哈。第二个，各团契记得这边有团契会长干部注意一下，那我们的去年度的账册，记得要在14号以前交给干事哈，要查账委员要查账，我们长老会的财务都很清楚要查账。那请在1月21号以前将2023年的施工报告哦，2020年的施工计划的预算交给干事哈，以利他编辑那个和会手册，这个是要跟大家提醒的第三个也是重要的哈，我们看那圣诞装饰都还在，我们一般都在这个时间，全教会做个大扫除哈，那把我们的圣诞装饰都卸除，然后再把它归位来存档。希望各团契预留时间来协助我们各区域的整理环境让上帝的殿更干净整洁。团契的消息就是19号松联团契有聚会，那22圣歌队退休会在南投，我们2个牧师还有干事都会一起前往。第三个是肢体消息哈，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是秀荣姐妹，陈秀荣姐妹的先生林焕国先生在之前过世哈，安息主怀。那17号再过礼拜3要举行2兵的告别礼拜我们可能2堂的比较没办法参加，但没关系，我们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以哀伤人同哀伤哈。那我们圣歌队还有牧师，我们都要一起去参加哈。那他是要葬在阳明山的花葬区哈，那要参加的人可以在1楼登记。还有下礼拜这上礼拜的月线什么奉献明细，我们就请大家自己来看哈。那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的会计来做更正。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哈，我们请圣经节很重要，这是在出埃及记第6章5到9节哈，这是我用华语来念哈。那我们大家看得到的就要一起念也可以哈。第5节开始，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主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要的。还有，接下来还有下面还有。好，我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困苦，那是什么？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以上是我们的今天的圣经节哈。那我们现在把时间要交给知梅牧师，他的讲题是黑白还是彩色？我们时间交给牧师。这个感谢立安，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好，是哈，我也好，像牧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带着大家稍微做一点回忆，好，上个礼拜2下午3点出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想一下，然后你们在做什么？上个礼拜2哦。上礼拜2下午大概3点多，好，给你们5秒钟。
好，上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多的时候，牧师呢正在新店教会开中会，那突然在那个现场，手机警报突然大响，很多人的手机开始那个响的，就是国家的那个警报这样子，响铃大作，而且还不止只有1次，有2次，那因为牧师的手机呢都没有响，2次都没有响，所以呢第一次响的时候，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地震嘛，因为以前都是地震，然后就想说，那可能马上就要有地震了。可是等了几秒钟之后，怎么好像没有在摇呢？那到底是什么呢？这样子。那后来呢，接着没多久，第2次的警报又响了，然后就开始听到有人讲那个中共的飞弹飞过南台湾这样子。我想这么严重怎么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又没有多久，就另外有人说不是飞弹啦，是那个卫星啦这样子。好，所以其实特别在大选之前，人的心里都会充满许许多多的想象。好，不管是那个被害妄想症的那种想象啦，还是那种美好的想象，反正呢，人的心里会充满各种想象。那这种想象呢，有可能会衍生成为一种就是墨菲定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墨菲定律？好，墨菲定律呢，就是如果你担心某一件事情会发生，那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几率就会很高，就会提高这样子。上礼拜的读经进度是出埃及记，我们这个从跨年之后呢，就进入出埃及记。那上个礼拜读出埃及记的第3章到第6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我们想上主日学什么都应该很熟悉。上帝呼召摩西要去跟法老谈判，去跟埃及法老谈判，要法老呢把那些留在埃及地做奴隶、做苦工的那些以色列人呢，要让他们离开埃及3天，为的是要去敬拜上帝，去奉献，去献祭这样子。但是摩西呢，他马上就提出了反驳，他跟上帝拒绝，他拒绝上帝的呼召，拒绝上帝的邀请。他的第一个理由，其实摩西的理由非常的，听起来其实是还蛮理所当然的啦。摩西拒绝的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法老一定不会让以色列人就这样子离开，然后去敬拜上帝，即使只有3天，他认为不可能。怎么说呢？廉价劳工很好用，好又听话，不会抗议，那又没有什么成本，好最省成本，现成的廉价劳工。在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埃及做的就是类似廉价劳工的这种工作。埃及在许许多多的重大建设上，比如说他们有金字塔还有很多大型的神像，他们的一些产值量能，我们以现在的话来讲，埃及地的产值量能他们的建设全部都靠这一批以色列人。你想要请假，别傻了，不准请假，我没有给你加班就不错了，你还给我请假。好，摩西的推论其实他有他的根据，因为埃及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第1章、第2章的时候，埃及法老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们要屠杀所有刚出生的男婴，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怎么越来越多，这群希伯来人越来越多，他们要屠杀所有刚出生的男婴。可是他们的计划怎么样？失败。好，因为有产婆。有希伯来人的产婆没有遵照法老的命令，这个法老呢，埃及法老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吃了闷亏，居然无效，他的全能居然失效，所以摩西认为法老他一定会再找机会，他的怒火一定会再找机会在其他的出口来宣泄。摩西判断，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再跟法老提出这样子的要求，那是怎么样？那一定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一定会引火自焚的。然后摩西又提出另外一个他拒绝上帝的理由，他的理由都非常的正确了，应该这样讲了。好，比如说我们在读到第4章，知道说摩西他为什么会逃到旷野，因为他本来要跟他的族人以色列人打抱不平嘛，对不对？他为了他的族人打抱不平，可是呢，打抱不平没有成功，反而还被以色列人怎样赶走，说你是个杀人犯，好这样子，然后他就因此他逃到旷野去。摩西就说，
当初我的族人都不接纳我，如今40年之后，他们怎么还会接纳我呢？所以呢，摩西就在第4章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说：“以色列人不会相信我的啦，我说什么，我说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听的。而且啊，上帝啊，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我的口才真的不太好哎。”好，摩西讲了这2个理由，非常的充分。那上帝他当然也不放弃啊，他软硬兼施，他最后总算说服了摩西。上帝让摩西他在百般的纠结当中，愿意踏出第一步。但是上帝也把丑话说在前面，他说：“我会让法老心硬，我会让法老心硬，他就是不会听你的，他就是不会让以色列人走。”这下问题就来了，那既然你会让法老心硬，那还要我去做这样多此一举是何苦呢？何苦来哉？对不对？好，但是上帝都这么说了嘛，那摩西也这么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好吧，我就去吧。那上帝也继续说：“虽然我会让法老心硬，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做你应该做的事，你就做我吩咐你要做的事就好了。你所担心的那些难题，我通通会替你解决，我通通会帮你处理掉。”然后我们看到第5章，进到第5章，摩西就拗不过上帝嘛，勉为其难接下这个任务，然后来到法老面前当说客。结果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呢？这个摩西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就发生了。这可能也是墨菲定律远在旧约时代的一个例证。那法老不但不放行，还下令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做更苦的事，加更多的班，还不给你加班费，还给你减资减薪，减薪又叫你加班，就是让他们做到死为止这样。摩西没事闹这么一出，他不去说就没事了。可是呢，他就平白无故去闹这么一出，他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让法老给以色列人更严厉的迫害，就连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当然也无法理解，对他也是骂声连连嘛。那就在摩西要动摇的时候，上帝又再一次的push了摩西一把，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第6节到第8节。上帝说，第6节从第6节开始看，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那一位。”摩西到如今，他其实是两边都不是人啊，他没有办法说服法老，他也得不到自己人的认同。眼前唯一他能做的就是，好吧，上帝，你既然这样吩咐，那我就去做吧。不然我还能怎么样呢？右边走不通，左边也走不通，我只能走你要我走的。但是当他把上帝要托付给他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反应呢？第9节，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下子好了，不只是法老不听他的话，以色列人他自己的百姓也不听，他们因为心里愁烦不听。摩西面对这种两边都不是人、左右为难的情况，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常常发生。就拿昨天的立委跟总统的选举来看，如果在你的家里、家庭或者是家族里面，甚至是姻亲的家庭，我们可能如果是站在不同阵营的时候，哇，那在选举之前，我们讲话可能就要小心一点，一不小心可能会踩地雷，对不对？或者是扫到台风尾这样子。还有呢，就是一对恋人他们在走入要进入婚姻生活的过程，可能他们好，比如说我已经决定我们两个人要决定要结婚了，我们开始要筹备我们的婚礼。可是可能因为2个人或者是两边家族对婚礼的期待不同，然后在这个过程预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产生许多的嫌隙。
牧师就曾听到有其他的牧师在分享，他们教会有一对新人，已经准备结婚了，因为现在通常准备婚礼都要至少半年以上，至少半年以上到1年的这样的时间。好，他们在准备婚礼了。在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就开始有一些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开始要面协调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一直到最后，帖子都发出去了，还是有意见，还是有冲突，然后这个冲突越来越大，到最后呢，婚礼就取消不结了，因为实在是没办法收拾这样。这个真的是很为难的事情。好，另外我们现场有就是青年嘛，好比较多，在孩子还在求学、学龄前或在求学的阶段，他们可能有学才艺的需要，那我们家庭可能也有家庭旅游的需要，那买车买房呢就会有一些贷款。那这么多的金钱财务的流通跟花费，再加上教会要奉献，特别如果另外一半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在财务的使用上如何达到共识，然后呢又不得罪上帝，真的其实有的时候还蛮左右为难的。左右为难、两面不是人的情况，特别会发生在不同信仰的人身上。但是，即使是同样信仰的基督徒，也会因为跟上帝的关系不同，然后呢，对上帝的领受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就拿婉柔的婚礼来讲好了，来举例子。婉柔婚礼那一天，我和长老在台上，他以主婚人的身份在分享他说，在家里啊，那个郑梅长老对孩子的教导是怎样比较严厉的，大家还记得吗？哈，他说，郑梅对小孩的教比较严厉。然后他在讲这个时候，牧师就开始在想。我就心里在想说，那我也是好像比较是属于比较严厉的那一个，但是呢，与其说是严厉，还不如说是对某些事情有原则。好，我们是在坚持一个原则。牧师所坚持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都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教育他们、教养他们，让他们学习一些可以的话，可以让他们学习一些才能，以后可以为主所用这样子。好，我的原则之一就是，只要上帝肯开路，只要上帝没有把那条路给挡死，我就愿意为孩子准备，会让他们去学习他们喜欢、他们也愿意、他们也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学画画呀，学钢琴啊等等，学乐器这样子。你们都知道牧师过去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不论我们怎么勒紧裤腰带，或者是不论一节牧师，他这个礼拜刚好不在嘛，所以我来讲一点他的八卦哈。因为他曾经他自己跟我讲的，好，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在赚钱，所以他那个在经济方面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这个我也知道。可是毕竟他是当事人嘛，他是赚钱的当事人，所以有的时候要去学什么，你要缴学费啊。他心里会有点犯嘀咕说，这个一定要学吗？不能把这个钱存下来吗？一定要去学，因为我们是一定会奉献的嘛，然后第一个一定会奉献，第二个呢就是学这些才艺，就一定要学吗？好像没有必要吧。然后特别是子群啊，那个钢琴又爱练不练啊，每次在那边讲半天，但是爱练不练是一回事，但他就是要跟姐姐一起去学钢琴，又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只要上帝没有把这条路挡死，我们就继续，我就祷告顺服嘛。好，我就是祷告，上帝啊，你要他学，你就让我们有学费可以缴，好这样子，不然的话我就知道那就是到此为止这样。好，我就是祷告顺服，一路上我都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走上帝为我所开的那一条路，即便那条路非常窄，非常不好走。还有就是常常会有人问牧师说，牧师啊，你3个孩子对教会的投入而且他们还都有做到11奉献，是因为他们是牧师的小孩，所以一定要这个样子吗？我说没有呼召是我在接受呼召的，跟他们没有关系。我说我从来不会因为他们是牧师的小孩，就
要求勾夹他们去做一些什么。我说没有，他们愿意做就做，他们不想做那就不要做。我没有因为他们的特殊的身份就要求他们应该如何如何。我只能说，就是在牧师还是平信徒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刚信主一直以来，我们就不断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教导他们，影响他们，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嘛，哈。教导他们什么呢？11奉献。11奉献其实是对上帝、对教会的一份责任跟爱。11奉献其实是对上帝、对教会的一份责任跟爱。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立约，它这个立约就跟婚姻的婚约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一对新人站在这边立约的时候，然后呢，牧师问说：“新郎，你现在准备好了吗？那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爱你的新娘。如果你还没准备好，比如说你的收入可能还不够，你可能还没有房，还没有车，还没有足够的爱心，那你就可以自己看着办，你就可以少爱一点新娘。”有这种誓约吗？如果有这种誓约，我想新娘早就转头就走了，谁理你啊？等你可以的时候，你才来爱我。那万一等你落魄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爱我，你就把我甩了，你就落跑了，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吗？在我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候，跟婚姻当中的立约是一样的，就是不论自己的境况如何啊。我们在誓约的时候，不是新郎跟新娘彼此立约，是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不论你如何，不论你身体是不是健康，不论你是不是有钱，不论你的家庭、你的家族如何，我都要一样的爱你、照顾你，不是这样子的吗？难道还有条件的吗？如果还有条件的，不要找牧师证婚，牧师不为你证婚。你想清楚，你再来结婚。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立约也是一样啊，就是不论我们自己的境况如何，我们总要对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的教会是我们属灵的母亲，她培育我们，她供给我们灵性上的一切需要。难道我们是对我们属灵的母亲是这种态度吗？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在照顾你，没有能力的时候那就看着办吧。不论我们自身的境况如何，我们总要对我们属灵的母亲，也就是对教会，摆上那一份不离不弃，不论我们境况如何都要付出的爱与责任，难道不是吗？同时，牧师在想到回到刚才那个分享，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牧师的小孩在分析他们一路上所碰到的经历的那一切。我们会跟他们分享，就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保守与供应。就像上帝他在摩西面前施展全能，目的是要什么？目的不是要让摩西去分享说，哇，你看我今天碰到上帝了，上帝在我身上做多大的作为啊！上帝多爱我，不是的。上帝的目的不是这样，上帝的目的是要摩西来认识这位上帝。并且要借着这些作为，让以色列人也来认识这一位上帝。如今子鱼子群他们已经步入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判断跟选择。表面上他们好像是跟着我们做11奉献，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跟着上帝。信仰都是自己个人的，不是父母的，不再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我们自己的上帝。我们不能再说，那是我阿公的神，那是我妈妈的神，那是我自己的神我们自己的上帝。所以不论是金钱、时间或是能力，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愿意将所拥有的一部分奉献出来。不是因为他们钱好像存款口袋很深，不是的。我们家的口袋从来都没有深过，这是因为他们确实亲身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如何在我们这个家庭，在他们身上，他们确实尝过主恩的滋味，
所以奉献对他们来讲，就是对那一份约定最实际的回应，因为他们跟上帝立约。投入教会奉献给上帝，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很多教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牧师在这里还是必须要负责任的提醒大家。特别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顾及到我们的配偶，顾及到我们的家人、亲友的感受，你就会发现，其实通往上帝的道路，确实是一条非常令人纠结的窄路。我们常常会在很多选择上有纠结。当然，如果你始终觉得这条路走起来很舒服，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担，教会好不好跟我没关系，团契好不好跟我也没关系，某某弟兄姐妹好不好跟我也没关系。如果你的基督徒的日子过得是这么的舒适的话，那么恐怕你要检讨一下。你要回去检查一下，你要检视一下你所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往哪里。在选择的过程，我们会面对时间的压力、人情的压力，还有非信主家人的压力。然而，我想，牧师认为我们最不想面对的，其实是来自自己内心深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自责啊，我们对上帝的愧疚。那种内疚感真的会腐蚀我们自己的，会腐蚀我们的信心，会腐蚀我们的生命。不要让那个内疚感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一直在激荡。如果说三心两意对一个婚姻的冲击跟伤害有多大，那么一位无法跟上帝同心同行的基督徒，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个伤害就有多大。我们跟上帝的立约也是盟约，跟婚姻一样。这群以色列人因为现实上的种种压力，他们不肯听摩西的话，他们不愿意与上帝同行，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上帝已经许给他们一个充满彩色的未来，但是他们却宁愿还是选择留在只有黑白的世界里，在现实生活跟上帝的应许之间摇摆不定，对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危机。先知阿摩斯也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新郎，我们是肢体，我们是新娘，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的阿爸父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始终都记得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定。我们再放到前一章的 PPT 第5节。第5节，上帝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上帝他听见了我们心里的哀声。那个哀声是什么？就是我们那种三心两意，想跟但是又不敢跟，想敢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心诚实啊。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对上帝诚实，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很坚定的回应上帝。上帝他知道我们内心的那个内疚、那个自责，他知道，所以呢，他说他听见了他之前他如何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他如今他也听见我们内心的那个内疚跟自责。但是他说他纪念他的约，他说我也纪念我的约。不管这群以色列人的内心有多少的小剧场，多少的理由，多少充分正当的理由，上帝都没有因为他们的拒绝就放弃他们。上帝依然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约定。在这个礼拜，接着这个礼拜的读经进度，我们会看到已经10灾就开始了。因为法老不肯放行嘛，那以色列人呢又那边那边哀声连连，那哀声连连，你又不肯跟，那是怎么样？你到底要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在埃及这么苦，但是你又不肯跟上帝出去，那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这个礼拜的读经进度，我们进入到10灾，上帝透过10灾，
让抵挡他的埃及法老以及那些对他毫无信心、拒绝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亲眼见证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叫他们无可推诿。你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那我们也借着出埃及记知道，我们知道那种上不上下不下，模棱两可，要跟又不跟，要跟又不跟，要走又不走的那种关系，其实是会出人命的。就像我们过马路啊，绿灯亮了你就走，你就过去啊，你忽然走了一半停下来，不是很危险吗？对不对？那个右转，现在那个车子右转就要等嘛，等行人要过去之后，他才能右转嘛。好，有那个。但是如果是行人的问题呢？行人走，突然想到什么啊？回头，那个右转车本来想说你就是要走过去了嘛，他就转嘛，那不就撞上去了？到底是谁的错？这种反复不定的想法会出人命的。埃及法老就是这样子，因为埃及法老他的反复不定，让他所统治的埃及全地遭到上帝十灾的惩罚。以色列人也不遑多让啊，他们总是就是这样一直徘徊，非得到了红海，到了已经真的是完全退无可退，前面有红海，后面又有埃及追兵。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还是上帝为他们开路的，他们才愿意死心离开那个早就应该要离开的埃及。我们一定要被逼到这种地步，才愿意跟着上帝吗？顺服一直以来都是信仰的试金石。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还在自己的埃及地找理由呢？我们生命中的埃及法老是谁？我们的心里到底是谁住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埃及法老？是我们自己吗？是谁总是会让你对上帝的回应产生动摇？牧师讲一个例子，之前反正我们的生活过去也都不是很好，反正有一个我们母会的一个长老，牧师可能有讲过这个例子啦哈。母会的有一个长老，他就把一节牧师拉到旁边说啊，你们不用11奉献呐，你们因为开公司倒闭嘛，所以欠了很多的负债。他说你们不用奉献成这样子，你们自己的生活先要过的先那个。但是牧师有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只要那条路还没被挡死，我们就是继续走下去。我们就跟那个长老说，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11奉献。我们就这样做了。牧师的意思是说，会动摇我们决心的环境很多，因素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你的信心要被动摇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更坚定的说，撒旦退去，你不要阻挡我要走向上帝国的这条道路。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你给我退去，因为你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到底是谁总会动摇我们的对上帝的信心呢？是我们的配偶吗？是我们的朋友、同事吗？还是我们心里一直想的那个累积的那个金钱、财富、地位、爱情，又或者仅仅是一个晋升的机会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所接触并且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摆在你身边，放在你手上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在上帝所安排的教会里，我们在上帝所安排的家庭、学校、工作场域，我们从过去、现在，甚至到未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源于上帝。我们的出生在这个世上也是上帝啊，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创造宇宙生命的主宰。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不论你相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上帝的拼图里面，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位置跟使命要完成。我们的态度要更加的坚定，要更加的明确。
既然已经成为基督徒，既然要跟，就跟到底啊，就要跟得彻底，不要总给自己留地步，不要总给自己找理由、留退路，不要像那群以色列人，碰到问题呢就只知道退缩，碰到问题就是要求告上帝，求上帝为你开路，指引一条你能走的路。上帝纪念他与我们的约定，耶稣也用他的生命将我们赎回，我们理所当然要这样义无反顾的来回应。牧师最后再讲一个例子，我说我的原则就是，上帝如果没有把这条路挡死，我就继续走。在我们坚持11奉献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月，刚好这个我好像牧师也讲过这个例子嘛。有一个月，当我们11奉献出去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子瑜子群，他们两个人的才艺班的学费就缴不出去了。他们才艺班的学费正好是月底才缴的，那我们一定都是月初我们领到钱就是11奉献。可是这笔钱如果我没有11奉献的话，那才艺班的学费就有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决定坚持，就是11奉献，没有就没有了。才艺班的钱没有就没有了，就代表上帝觉得说你们学到这边就可以了，我就11奉献。在月中的时候，反正一个因缘机会，我就不多说，我就不细说。有一个姐妹，她就拿着钱来给我，她说我跟那个姐妹其实不是很熟，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姐妹，是其他教会的姐妹。他说：“上帝感动他要拿这笔钱给我。那笔钱什么钱呢？我后来一打开来看，就是跟学才艺要缴的学费那个金额一模一样。然后我就拿这笔钱就去缴学费了。你们说神奇吗？非常神奇。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没有坚持我对上帝的那一份心意，我经历不到这样子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上帝的恩典，为什么谁经历这么多，为什么我都没有碰到？你要先问问你自己，你要跟上帝跟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跟到一半退缩了？所以以至于你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没有经历上帝的恩典。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想跟，是我们退却了。坚持走一条对的路，确实不容易啊。特别是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这个路况，那个路况真的非常的复杂，对不对？我们走在马路上开车的人，现在还有导航，有导航都可能走错路了。那没有导航的情况下，那个路票弯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这样子。要坚持走一条对的路，真的不容易。但是呢，只要我们够坚定，在上帝里面够坚定，即使看似走投无路，上帝也一定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即使是一条很难走的窄路，即使是一条很难走的窄路，不太好走的窄路，也会是一条充满色彩，并且丰富又缤纷的道路。摩西就是这样的经历啦，他后来还上西乃山，跟上帝这样子面对面领受，颁布了10诫。上帝也借着他跟以色列人立约，还有许许多多的经历。我们呢？如果今天摩西可以，我们也一定可以。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保惠师，所以我们要坚定的走这条路。如果你对上帝、你对教会、你的态度、你的决心还不够的时候，趁着1年的开始，我们要重新在上帝面前立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因为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撇下你，他不会丢弃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
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始终记得你与我们所立的约定，感谢你在我们软弱、忧伤甚至于退后的时候，主你依然在我们后面扶持我们，推我们一把。但是主，我们要在你里面向你立志来求说，主啊，我们不要再内疚自责了，主，我们不要再软弱了，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再重新的立约。主啊，主啊，我要跟你走一条属于你的道路。主啊，不论前面的路有多难，不论这条路有多艰辛，但是主，我要跟随你，我要紧紧跟随你，因为主，我所有的都是你给的，主，我的生命气息都在于你。我们要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主啊，我们要经历你，主啊，我们要坚定的跟随你。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永远与他同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我们也要坚定的向主说，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一路不离不弃的领导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的新娘，我们是你的新妇。主，有你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恩典！愿我们都能够一心一意的跟随你，愿我们能一心一意的成为你的心腹，
与你同心同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与帮助，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能与主同心同行，坚定在他的里面，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一起嘿，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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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哈哈，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此结束，会后欢迎大家各自请安交谊，楼下有爱餐，谢谢大家。